200幾蚊香港出發，包接送、包體檢、包食晏，仲有禮物收，真唔真啊？退咗休想短途出行，又或者提前了解下退休有咩好去處，今日就帶大家一齊去中山嘅信輝試一下呢個信輝健康夜遊，睇下到底值唔值啦。第一站梗係先去做免費嘅健康檢查啦，長者最關心嘅血壓、血糖、尿酸、骨密度、BMI、體脂6項全免費，全部有專業嘅姑娘幫你 check， 唔使排隊，全程細心解讀數據。仲有太黑池、水平律動儀、負氧離子調理等養生理療儀5選1免費體驗，針對關節痛、氣血唔通嘅老友記真係啱晒啦！哇，呢個律動儀震到我好舒服啊！檢查完就到食晏時間啦，呢度專門為長者設計健康嘅營養餐，5菜1湯，少鹽少油，又有養生嘅花茶飲，食得健康舒服又美味。聽講呢個居住環境好正喎，等我即刻去睇下先。哇！呢個環境好正啊，而且個景觀好開揚啊！客廳、廚房、家私家電，全屋嘅智能健康設備，香港嘅老友記最緊要嘅安全隱私，呢度全部照顧周到。呢度全屋有健康嘅監測設備，床頭有個平安鐘，24小時有人隨時按 call。哇！我住喺度咪可以好安心咯。唔好以為淨係檢查身體啊，手工、瑜伽、書法、乒乓球等等各類嘅活動任你玩，成班老友記一齊玩到唔捨得走。遲啲退休返嚟住，日日有節目，唔怕悶。做完檢查玩完就正式去掃貨啦。樓下有20萬尺嘅 shopping mall， 日常用品、山珍海味、新鮮嘅肉菜，一次過買齊晒，比香港平好多添。仲有超百家嘅食肆，食唔慣內地口味嘅，香港地道美食一樣有。粵式嘅小炒樣樣齊，一盅2件飲茶同香港冇分別。一餐早茶嘅錢有得食有得玩，又有身體檢查，仲有禮物收，真係超值啊！想輕鬆體驗大灣區嘅生活，呢個信輝健康夜遊就啱晒你啦！即刻聯繫預約，一齊嚟中山輕鬆嘆生活啦！